我哋都知道喺呢個21世紀，抑鬱症幾乎變成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患上嘅疾病。據相關數據調查，至今世界抑鬱症病患者已經超過3.5億人。唔好覺得呢個係危言聳聽啊！或者你非常熟悉嘅人，此刻就在暗夜裏忍受抑鬱症嘅折磨，只係你唔知咋。抑鬱症在目前如此大規模爆發，或者會令我哋有種錯覺，抑鬱症係一種現代性疾病，係因為生活節奏快、工作壓力大、人際關係冷漠，同嗰種恐懼、焦慮嘅氛圍下產生嘅。咁古代冇人得過抑鬱症嘅咩？其實喺中國同世界古代史上，關於抑鬱症嘅例子好多嘅。喺《黃帝內經》就出現過關於鬱病嘅觀念。漢代張仲景亦記載過兩種病徵：百合病同婦人撞燥。婦人撞燥就係食唔落、瞓唔着、行唔喐、喜悲傷哭嘅撞燥。呢種病徵咧，同抑鬱症嘅情緒低落係好相似㗎。